中年油脂沙拉油检出低盐部苯偏比，台中市食安署公布受影响的下游名单，包含着王品、桂冠、联合食品等等，拢总有200多间。顶年有一名卖厝中人食毒赛车弄着人造成1死2伤，互全国法官定来审理，该判刑8年6个月。有民众伫咧厝内面看电视，形容一只蜘蛛走入来伊的目睭，正搁疼，医生推测讲是有毒的外来品，外来种蜘蛛，治疗了后视力有恢复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顶年呢，有一个卖厝中人姓李的查甫人，伫咧淡水食毒赛车，弄到这骑奥拓派民众，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这个被害家属开庭的时阵是希望讲呢，这法官就要改判到上重，也就是关10年。专案经过树林地方法院国宾法官法庭来审理，今仔日呢一审改判8年6个月，专案也会当上诉。洪大埔的这个姓李的卖厝中人是涉嫌食毒赛车，在新北市淡水启动停红灯的奥拓派，今年这个车祸是造成1死2伤，计2人外青衫破掘出来，树林地院则袂当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医死罪，一审判8年6个月。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吸毒，也不是第一次犯罪，也让国家假释过了，也就表示说，其实有给他想要悔过跟教育的机会。可是这样看起来，他就是没有办法从中学到更多的教训。当然，我们这些被害者，我们当然都觉得说10年判满最好。这个事故造成别人无命，伊引到食有空气分段依托米质成分的电子烟。先生爱困反应，落尾是失去控制力、含注意力，所以来面对司法的审理，甚至是无大无是无来。不过专案经过国民法官共同评议，并无判死者家属含检方请求的法定最高刑度，就是10年的有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审酌了刑法第57条各款的量刑，因此之后，虽善南科以检察官具体处置有期徒刑10年，然仍应从重量处有期徒刑8年6月。其实专案是有特殊意义，因为案发的时阵，依托米质并无红的，就是毒品来管制。但是检警持续比对各种案件和化验的结果，查出讲伊的失控和无正常的反应，和这依托米质有关系。在正式立管进前，发现空气分段的危害。有嘛，依托嘛，依托啊。过来一直传出食毒赛车的事件，尤其是空气分段，服毒还是恶化，就伫宣判的同一天，初3半暝1点外，帮个毛查某人食毒赛车，佫是依托米质。全案检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行新北地检署侦办。面对毒驾的乱象，行政院对刑法道交条例、危害防治法都已经提出修法，等在等立法院来审议。刚无卖甲依托米质类列作是第1级的毒品，敢会当有效防堵毒害，就看刷倒来的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中年油脂中公司呢有一批沙拉油，防验出有低盐物苯偏比超标4杯。台中市食安署公布这受影响的下游名单，包含着王品、桂冠、联合食品等等，拢总有224间业者。初3下晡呢，这是药署召开记者会，讲目前对通路落嘅回收有17档外。目前大家品项全部封存伫咧地方政府的卫生单位。啊，若加工食品若准用到这批油，经过风险评估，暂时免落价。我们目前持续的回收中。那回收呢是目前有17.42公吨的量。中年油脂低盐物超标的油品1300档，卫生部食药署公布，泰山、福无油、福寿3间业者受影响的产品总共18项，其中6个品项对通路下架回收17.422档，拢封存伫咧地方政府的卫生单位。苯并芘呢，它除了我们卫生安全标准以外，其实在加工制成它本身就会有产生。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会下架1成。食药署讲，这个案件依照食品违规案件产品下架回收封存消费阶段处理原则第8类违反卫生标准，是采取第1站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也若果做做寄回吧，沙拉酱这款产品无包括在内。在清查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同时做几件事情。第一个要求它停产，到底发生在哪一个关节出问题哈？那现在由专家哈以及政府单位正在了解当中。这批有问题油品总共1300档，其中福无油脂588档，好寿实业421档，泰山企业291档，各在做22个配合18项产品。中华县卫生局公布泰山公司上新的调查结果，因的油主要卖予全联、大全联。一个万家号这款大型连锁，一个80多间小型业者，总共下架980公斤。依法规是半年一次。
对，我们3月11有验的，3月11。所以这4月的料号就没有。对，因为法规就是这样规范，我们是照着法规在走。大量食安署公布有问题药品，好消息嘅背后包括贵族世家美食家食材通路86个业者，好无油脂是背后贵源食品、广达乡食品、联合利华、线庄27间，一个广达盛康、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吉利咖啡、老协珍，汤庄的有111间，总共224间。一那湘北的教育局统计，有54间学校的营养午餐不使用有问题药品。台北市政府讲，已经要求学校通知所有家长，一那业者爱有防性下架。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中年邮局公开药品检测报告，除了本地通报以及低价物苯偏比超标4倍外以外呢，搁再检到另外3种二级低价物。专家是表示讲，这个有毒物质呢，通常是做伙出现，其中苯偏比是上介毒的。若发生有问题油走到市面上，就立委认为讲，政府拢是靠业者家己伫遐检验。若食品检验专家是认为，就要对源头的制定来下手，才会当降低污染的风险。对问题药品风波，中联邮局公司发声明稿下释例，也公开药品检测的报告。验过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含原本通报以及低价物苯偏皮达到每公斤8.1微克，超过法定标准2微克的4倍。另外含有苯偏松3.7微克、苯偏二6.1微克，也有 creatine 3.4微克，3种二级低价物，拢属有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针对苯扁比，它是有定限量标准，对，那所以说原则上我们在做一个产品的检验的一个结果的判定的部分呢，还是依照苯扁比的一个含量。专家解说，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会因为真少就产生出来，一旦验出苯偏皮，就真的同时也生成其他的化合物。一般食品实验室的斗阵检验，顶面的4个指标，这种法规是对毒性上悬的苯偏皮定有明确含量标准。另外也伫相关指引定，这个 PAH 综合爱伫12克以下是检测的指标。要求是说你是半年或者是每批，那让业者自己选择，因为它毕竟还是会有所谓的执行上的困难的部分。也即阵根据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规定，食品厂必须实施1级品管自主的检验，原料粗制油甲精制油等，每半年也是每批至少要检验1摆。若发现产品有危害食品安全问题，也应该主动来通报。严格有立委质疑，现行制度想挖靠业者家己的自主管理，主张制油原料应该先完成检验，再发动来生产，是不是该采搭配检验？是以业者的立场，应该是从源头就要去做管制。然后呢，加工制成每个步骤到成品的包装销售都不能有这种危害物质的产生，所以这个责任是回归到业者。自主的检验的制度了，是逐批要大的要来做，也是可以来思考。源头的管理是不是要下料之前呢，就应该要做进一步了。食品技术工会讲，问题药品4月初是制作，6月30就通报，差2个月凸显现行1级品管自主检验欠缺制定内底及时换衫的机制，并且认为对原料打数、高温脱色脱臭、光线清洗到除温的过程，拢可能真侪污染的来源，呼吁爱加强源头制定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位小姐伫厝内面看电视，雄有一只蜘蛛对天顶落落来，落落去伊正边迄蕊目睭。虽然讲伊睡到8点，不过目睭是肿搁痛。医生也对这目睭内面找到2支蜘蛛卡，推测讲这蜘蛛可能是外来种有毒，而且会造成皮肤烂气等危害。加在治疗了后，视力有恢复啊。患者倒平目睭鳞边拢肿起来，目睭鳞落落去。医生想要用棉签加这毒素切掉，血栓一直流。高雄一个查某人去眼科看目睭，讲看电视时阵有蜘蛛落入去目睭内底，虽然当时有拔掉，也毋过目睭原真肿真痛，视力降到0.05。蜘蛛拿掉之后，它整片结膜不断充血。我们把它勾完之后，一站流血，一站流血，一站流血。这是第1天。到3天来说，终于血就比较消了。这血比较消了。整个可是还是有问题啦。医生对患者目睭内底切掉2只蜘蛛卡，研判应该是目着毒素。目睭视力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啊。根据患者提供的蜘蛛来研判，敢若是红头皮甲蜘蛛，是入侵种，原生地伫地中海甲西亚，身体是牛屎色，大只含脚大约是3公分长，毒性大，不过袂主动攻击人，因为毒素含鞘磷脂酶酯，会破坏内皮细胞、红血球，目着皮肤烂气，加急性白心。它可以升值蛮多的，货运里面有一些家具啊、鞋子啊，带来带去，搬家啊，随着这些家具啊、这些行李啊，从这里面去扩散的。如果你有蜘蛛
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刚好是裸露的皮肤的话，你拿一个什么小东西把它剥掉就好，不用说太恐慌。医师提醒，万一真正有加到，用上用清水加杀霉，先加空水洗洗，再用冰敷掉咧，减少毒素摊开。另外，莫去吸到蜘蛛，应用卫生纸包着，摕去予医生看，予医生知影讲是倒一种蜘蛛，方便诊断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嗰种最近正流行的这剑道甘露，大人囡仔拢真爱耍。宝山总队发现讲，有业者对中国走私6万多粒仿的这剑道甘露，持单的超过上千万。警方也烦恼讲，这款仿的大部分拢是塑胶做的，品质若准有出问题，剩到一半会喷甲满世界，就真危险咯。甘露拍出去开始对答，见到甘露伫台湾真清，无论是大人啊囡仔拢真介意。不过目睭就爱闭合金，即马有仿的走入来台湾啊。警方国海关甲40车柜柜抓落来，将把箱甲拆开查验，全部拢是见到甘露，有6.4万粒。业者对中国非法偷渡，真侪是拢无申报，想要安尼准过走私来台湾。不法业者企图以海运货柜进口。加长大批山寨战斗陀螺入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西施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这见到甘露生价甲正版是相像，市面受欢迎的款式全部拢有。不过经过国内正版的代理商鉴定，这数万粒的见到甘露拢是仿的，无经过授权，侵权的价值超过1000万，会提告来追究责任。警方也强调，仿的甘露品质无好，恐有安全的问题。在高速旋转情况下呢，如果是那种非正版的战斗陀螺，由于材质比较没有经过完整的检验，那紧密的结合也比较紧密度也比较差，因此呢，高速旋转被串到的时候容易爆裂的现象。即马当咧休热，囡仔定定咧耍，加在即届有提前防插扣，若无中国籍仿的甘露，伊的心甲耳啊等等的材料，拢是用塑胶代替。若是洗甲真紧，恐惊袂堪的，就扁去脆片的黑白喷，影响到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延坡饭店2期工地发生意外，有老婆义工看到警察烦恼讲会去用掠去，就bị伫咧水池仔内面，却来不幸渡水死亡。用铁片围起来的工地，咧翕的时拄好拢无人。宜兰县苏澳镇延坡饭店第2期工程7月7日传出公安的意外，一个失联义工那像烦恼，互警察甲查到，所以秘伫咧工地地下室的扣水池，结果煞渡水死亡。水还未抽，所以讲下口有水。无啦，本来拢抽好的。啊，现在下口有水。这有当是落雨天。救援单位到现场的时，死者的遗体已经互人刷到1楼，也毋过其他那像嘛是违法请来的义工，拢无伫咧现场，包括宜兰县府劳工处、移民署等等单位，拢已经介入，当咧追查死者的身份，也有其他义工的下落，想要了解事故迄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他是一个行方不明的逃逸的外籍劳工这个部分依照规定，他有一些职业安全上的问题，那个雇主必须即刻通报治安署，再由治安署认定全责，我们再来处置。针对这件意外，雇主已经有接案通报，也毋过义工的死因是单纯渡水，也是工地现场有公安防护的疏失，也佫有包厢敢有牵涉到非法请义工的责任，拢要待检警甲移民署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暗时，有人伫咧台南车头起冤家，警方来到现场，竟然发现到有未成年的囡仔，遂通报社会局。警方表示讲，迄是一家伙仔死的人对家己来到遮，无坐到尾班车，按算伫咧车头酷一暗，想袂到含这家有起冤家，加在是无人着伤。初二暗时11点外，台南火车头前一个躺拍梯查甫人，甲穿黑衫的查甫人，一句来一句去，唔知啥原因，让甲大细声。因为火车头遮定拄会有家友，民众3更半暝听到嘛，当作是家友的救援。不自觉看到有囡仔挡伫咧中，惊发生危险，也赶紧报警。有民众讲，下班经过就有看到这个囡仔，甲穿黑衫的查甫人，敢若是一家伙仔。遐的家友差不多拢是老大人，较侪可能60岁以上的。第一摆看到就是佫有带囡仔，而且迄囡仔更。是普通的幼儿啊，佮是差不多看起10几岁，还是13、14岁迄个年纪，啊边仔佮有一个细汉囡仔，所以第一摆看到规家伙仔拢出来，我感觉讲这个怪怪。
警方赶到现场，看到这么换个未成年的囡仔伫外口，也随通报社会局。警方表示，这一家口啊，唔是家友，因对家己来台南做工课，因为无坐着尾班车，老爸老母为着省钱，都按算带囡仔伫火车头暂车渡一暝，无想到甲家友发生冲突，双方发生推挤、口角冲突。经家属检查，大儿子身体无明显伤势，故不愿提出告诉。社会局获报后，立即由社工协助，安排该民众一家4人入住于本市旅馆，来确保儿少的安全无虞。社会局表示，这家伙因为生活不好过，爸母才遐晚，也搁带囡仔伫外口，已经联络家属甲人接回去。不过，个警方也提醒，未成年的囡仔袂使3更半暝，也搁伫外口乱扫。民众有特殊原因，会当拜托社福单位斗3工。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朝阳台南场报道。前日昨晚落大雨，这台南沿海的气温水拢变正咯，白虾和蛤蟆是死真济，产量剩无到2成。台南市农业局会统计，这蛤蟆的再生面积大约有2000公顷，会替这渔民争取现金救助。甲虾壳捡起来，原本应该有真济活跳跳的白虾啊，但煞无几只，互运主是马口无目屎。但为了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和西南风的影响，台南7国北门顶沿海温啊，因为上大雨真济天，造成温内水质变歹，盐度变正，有的甚至连温啊水嘛反色。虾啊未堪日无法度适应，大量死去。养殖业者讲，本来一架地通收上千台斤，即卖剩无1成。算淡化太多吧，水质变化太多，变化太多了。比方说，因为台风又要来，这几天应该超热吧？对啊，这样也会有影响啊。一甲地差不多有1-2千斤左右吧，现在一甲地都没有1-2千斤，就剩几百斤而已啊。大水雨影响，北门乡村的蛤蟆嘛，因为温下来咸度有变化，地势大量死去。那岸边的蛤蟆的空壳，即卖是贴干那山。运主推估，因的蛤蟆存无3成，今年的收成拢总乌有去啊，甚至叫人去借钱来渡吉。对此，台南市农业局已经启动财损查报，讲会赶紧甲中央争取现金救助，协助渔民渡过难关。爱过来人借钱的啦，迄是毋知讲出来的啊。你有看家一个咱遮目屎咧，伫遐咧爬，地拖下死的，规个千斤。即马敢有法度救？无多啦，家在困在遮。清掉呢。那从即日起到7月16号那我们请受灾的渔民能够到受灾当地的公所来申请那本市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办理一个受灾。这摆大雨唔但好养殖户真歹趁食，到时嘛连带冲击到中秋节的市场，咧白虾甲蛤蟆大量减少，未来若中秋要烘肉，恐惊继续卖对咧起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立法院会今仔处理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等52人提出的变形公投提案。根据着这提案主本，主要是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迟囡仔犯罪，抑个诈骗等罪增加变形。国民党是投52票同意，民进党投49票反对提案通过，表决3到2读。不过8位民众党的立委却是无投票。最近甲国民党中央沟通之后，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等人所提出的变形公投，最差伫立法院表决，内赢立委52票赞成，另赢立委49票反对，提案过关到2读，调解协商。未来还有1个月的朝野协商冷冻期，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公投的一个推动，来各自的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要的台湾社会是什么？鞭刑是追求公平正义，鞭刑是希望能够让加害者在犯罪之前多思考一下。我们党团一致的决议，我们就是暂时不做任何的赞成或反对。不过8位民众党立委拢无投票背书，态度保留。国民党团已经提出反废死加变形的公投，按算国要撒重启核电。民众党团是提移转投票，交通罚款专用公投，要拼公投北大选的事情。因那变形公投的提案主文是针对性侵害犯罪、虐待诱动罪、高压诈欺罪，一个合合平台加重诈欺罪，政策变形。民进党立委讲，变形恐惊和台湾的人权评价倒退，全国性公投也开上议。他们认为所要收集民意，其实在立法院里面，你要修一个法，你可以办公听会，可以办座谈会，可以经过非常多场委员会的讨论。为什么要搞到公投？为什么要因为这个题目还要花好几亿？
国际上有鞭刑的国家，新加坡上有名是由法院判决的司法鞭刑，适用的案件包括性犯罪、抢劫、毒品。另外，马来西亚、文莱、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大部分拢是伊斯兰教法内面的刑法。台湾是毋是当引入鞭刑？法务部北讲，可能会抵触宪法，甲违反联合国两公约。社会正反意见差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有民警党议员质疑讲，台北市设这炸一号线，根本就是把这本地有树园的所在，这树仔刷走，该种花实在是地比换限制。咱那教务局是解释讲，是为着配合道路限无障碍空间，才安尼先做的。小巨蛋外口掠日头的雨伞，有真侪人徛伫下骹美日头。最近常常这种极端寒冷的天气，台北市精设掠日头雨伞也变做选择的话题。小巨蛋掠日头雨伞的厂商盛动营造，互人讲是进前市府伫咧撒假计较，不过二体却是中国制造才停来厂商是共一间。这样子跟机器狗是完全两回事情。好，虽然都是盛动，但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义务来跟市民说明。那不然的话就只是一句话带过，是真的有点可惜。我们不要再让这些公共建设变成信任的危机。伫信义区秀珍港的掠日头雨伞，民进党议员质疑，伫市府大楼东北边本来就有树园伫咧，因过市府所甲树仔刷扫，结果开钱去掠日头的雨伞。台北市公务局澄清，这两丛树仔并不是因为要做掠日头雨伞才刷扫，是配合市府工程附近道路改善、甲无障碍人行空间工程才刷去南港公园。内政部的市区道路的设计的标准规范特别提到了，通行空间必须要用连续性的设计，而且不能够有妨碍行人安全通行的这个障碍物，所以我们就进行树木的这个移植。因为小巨蛋掠日头的雨伞，加地回形假计较，拢是盛动营造，互外界质疑。黄一平讲，小巨蛋即马所使用的自动开合的掠日头的雨伞，主要是提供整体公用利益。对于所来所有标案，拢会用重新公开评审的方式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屏东的德产出现37度1个高温，气象署继续发布高温资讯。台南、高雄、屏东拢可能是小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那高雄市环保局设500外的所在，会当吹冷气补充水分，并将用手机定位，就当查到500公尺以内会当休凉的所在。日头赤炎炎，尤其是风台要来进前，搁较是漚翕热。为着协助民众通找到清凉舒适的地点，各县市配合环境部 Cool Map， 把清凉的地点飘出来，打造凉感城市。民众只要拍开手机的定位，就当随查到4块为500米内会当暂时休喘的舒适地点，就近吹冷气、免费补水。拄设置的 Cool Map， 大部分民众拢表示也无听过。到115年新增至526处。那包含活动中心、公园、百货、超商等。那民众只要在网络上搜寻 Cool Map 关键字，就可以进入平台。市府伫几个十字路口踩大牛线，伫路口咧等车阳灯的民众感觉真有必要。高雄那么热的天气，应该还是有一点遮阳的功用啊。但是可能，现在数量的管还不普及，有点散落式的话，它的功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如果有这个就不错啊，就是现在太阳太大了吧。就是在那个阴凉地方有没有非作业时间可以稍微避暑一下，再找阴凉的地方。人爱避日头，动物嘛同款。受山动物园的动物伫园方的照顾下，唔但加强杂日设备，各工作人员加准备冰站、甲喷水降温。暗讲的顶悬嘛加架一个篷布，避免动物休困的所在温度伤悬。除了可以在这个7+7台躲藏以外，因为在这个我们也有些地区是我们有一些比较茂密的一些的草皮哈，他们也可以在草皮有阴影的地方，可以在那边休息，这可以做消暑。气象署呼吁民众避免无必要的室外活动，注意风拍，爱补充水分，户外做事或者是运动，爱避免高温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公布自2024年综合所得税统计，全国698万户申报，大约45%唔免纳税，其中有600外户所得超过200万，不过真高省税也唔免来纳这税金，也有7户收入上千万的好业人一銭唔免纳。不过这统计也显示讲，台湾的好业产是愈差愈侪。
只要有收入，就要依法申报扣税。财政部公布上新的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统计资料，2024综合所得税申报户差不多有698.2万户，应该会纳的税金差不多有4791亿，其中差不多316万户，45%的所得净额为零，免互人扣税，显示台湾的好野善差距继续扩大。我们的贫富的差距也相当的悬殊了哈，等于说大概占了45%的人都不用缴到税哈。那其实有钱的非常的有钱啊，没有钱的非常的没钱哈，这代表是一个真的是不断的扩大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免纳综合所得税316万户当中，多数的所得总额集中伫200万以下，不过嘛有未少高所得族群节税优待。申报户当中有634户综合所得超过200万块银，不过伫扣除免税额甲扣除额了免纳税，包括28户全年所得有超过500万，7户全年所得有1000万以上。他所得很高，1毛税都不用交，并不代表他逃漏税，也不一定代表这个注税制度出了问题。譬如说，他捐赠了基金会非常多的钱，而且是针对政府的捐赠。另外，观察统计数据，若以综合所得税总所得的20分位申报统计来看，第一分位上加5%，无缺股利甲盈余分开计税，股利所得的总所得平均数是4.2万块。第20分位上悬20%，总所得的平均是561.3万块，相比差有133倍。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2027年军公教调薪4%，行政院也呼吁这民间企业大家做伙来加薪水。行政院通过116年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除了2027年同案调薪4%，今年7月初开始，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嘛拢加2000块。行政院表示，希望提升公部门留人才、招人才竞争力。行政院嘛呼吁民间企业买当做伙提高劳工的薪水。院长呢也再度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来加薪，共同来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根据行政院主计处伫5月29公布上新的 GDP 预测。国内受到 AI 甲科技需求的带动，今年规年的经济成长率调整到9.64%，是16年来上悬。行政院认为政府带头调整军公教的待遇，希望带动民间企业做伙加薪，形成薪资成长正面的循环。不过劳团认为，若要真正带动民间劳工拢加薪水，政府嘛要推动劳资协商、薪资透明化，甲受法降低工会成立的人数，劳工才有团结权，透过工会和资方协商。咱的企业内底劳工可能30人以下，这部分咱可能要透过这手法，会使互工会会使高门槛，组织的这门槛来变较低，安尼劳工才有法度透过这工会来做劳资协商。劳工团体嘛表示，因认同政府调整军公教的薪水，不过嘛认为政府应该建立更加制度化的调薪机制，唔通因为选举要到啊才调整待遇。记者郭金阳指讲台北报道。今仔日是总统教育奖的颁奖典礼，这大细囡仔60名，这赖总统也有咧讲呢，这学生囡仔伫咧学成长过程，碰到真侪困难甲挑战，有关会当来突破困境。国民小学王博全同学对赖总统手头甲奖座接落来，王伯权自细汉就调升天性，表皮分解性碰拍症，长期拢承受空出来照顾和行动受到限制的生活。面对困境，伊无惊过，积极投入足事故和社会训练，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我觉得很开心，而且很有成就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得总统教育奖，而且这个奖感觉非常盛大。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打鼓老师。同款是展现无认输的精神，读台大的洪家路，自细汉是经过重度的听损，伊甲逆境化作动力，克服学习的问题，挑战全英文的实习环境，争取海外的实习，要去美国读册，展现坚强的生命力。我非常荣幸，因为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会录取，因为我就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如果能被认可，我还是觉得这是我的成就。各有得奖的高中生，就算是经济弱势出身，厝内各有亲人需要照顾，伊是凭工托和奖助学金，在逆境内面一直保持全校排名前1%，佮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展现出责任感。这学生是透过打拼，克服身体障碍和生活困境，创造精彩的生命故事。记者综合报
报道。今日台北病院和中央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着医疗一个航空的专业来宣导旅游医学知识，也会提升飞机顶头的医疗设备。真侪民众坐飞机出国除了有新型传染病的风险，有医生也指出，若是旅客有心较侪岁，有心血管、呼吸系统相关的慢性病，也是最近捌动过手术，拢建议伫出国进前4到6个礼拜去旅游医学的门进行咨询。很多都是年长者，可能就是因为气压的关系，产生呼吸不顺，然后喘不过气来，然后心脏不舒服，还有头晕等等。为了守护民众的健康。青沙台北病院甲中人航空签署合作的备忘录，推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医疗甲航空2种专业，共同宣导旅游医学的观念，增加民众前捌出国的风险，也提升飞机顶的医疗设备。我们在2011年就导入了这个 MedLink 这个医疗的一个咨询的服务，那透过在空中跟地面的这个专业的医疗团队的联系来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那在2019年，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那邀请具有医师资格的这些旅客来加入。那如果航班上有遇到旅客需要医疗照护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MedLink 的地面的咨询，跟在空中人医及时的出手的协助。台大病院表示，旅游医学门诊除了会当注医疗，有一寡药物也干那旅游医学门诊的医生才会当开予患者。医生也会当针对病史、用药的记录、旅游的行程，打造个人化预防计划。另外，台大病院也有旅游医学的网站，让民众伫出国进前通做参考。记者郭佑基、曾俊佑台北报道。宜兰所学岳明国中小呢，有10名学生囡仔和老师，佮在赛这同型旁船出国去，打算要行1500公里，去到日本的 Okinawa 和当地学生进行旁船的游击赛。行政院政府议长也拢来到这启航典礼，甲因祝福。也毋过呢，这包围风台伫要来咯，学校讲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同型旁船出航，船顶10位来自宜兰所学嘉平国中国小学生被叫做小螃手，伫老师的陪伴下，展开为期12天的航海体验，要去1500公里外日本 Okinawa， 这是这个学校头一摆跨国的航行。那我们有觉得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安全，就是晚上夜航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会掉下绳子。学帆船，然后都在东山河训练。有什么技巧？就一直练，一直练。学生平常时训练真认真，对着这摆晚行真有信心。这学校客气也摆长途航行，是台湾一人。中途也要经过船口打这困境，不过学生拢一一解决。也不过包围风台来细心听病，学校坦白讲，原定12天的行程一定会误。打算伫 Okinawa 加留2天啊，学生安全是上重要的。可能我们B 航段的人可能会在，如果因为台风影响，我们可能会在冲绳多停留2天。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甲校长学生到店内卡罗启航，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参加启航的典礼。正副院长除了送小朋友乌力物件、防水的吊带，杜英泰也讲政府会全力支持囡仔亲近海洋文化，会经由各项政策甲资源来协助引导，到店完成囡仔对着这个海洋世界梦想。政府的脚步不能落在校长、家长、企业之后，不能落在基金会之后。我们愿意一起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对海洋的梦想。外面国中国小这摆航行的新教石湾岛，伫当地进行第2青少年旁船游击赛，也有 Okinawa 海峡科学调查，探查石湾岛开发甲台湾的关系。杜英台讲，希望所有小朋友经由这摆航行计划来探索海洋，并且平安回航。记者综合报道。来去到花莲旅游，即卖有一款新型的电扶车会当使用。花莲县政府和业者合作推出60台会当载行李的电扶车，试营运期间唔免租金。出门旅游大包小包的行李，常常互旅客伫咧旅行的时阵真无方便。不过即卖花莲的转运站都有提供免费的载物电扶车会当借。载物，所以它可以载行李，也可以载宠物，但是它是不能载人的。所以我们提供了，如果你是家族旅游，先生可以骑载物电扶车，太太可以骑着我们的淑女车。看行李空间甲会当行70公里的电池，安尼载物电扶车是完全免钱的。旅客只要投保意外险，甲互人投电扶车的押金，就会使用3天。
到底敢有好用？游客看法是无相同。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对。但是你要跑那么远，真的还是有点困难。我们的车长呢，其实有在跟欧洲的车型比起来是有在稍微缩短的，适合台湾的环境。那再来，它整台车可以载。前面载物空间是可以载100公斤的。另外，为着要让游客伫外口手机随时会当充电，这届也推出行动照电车。另外，转运站内底也增加观光案内所，多元服务，希望会当让旅游的品质更较赞。行动电源可以假租以还哈。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观光案内所的推出的这个服务部分哈，我们有引进这个 BNI 的这个商务的这个交流平台，让我们这个在这个转运站除了交通资讯、观光旅游服务资讯，那另外还可以做这个相关的预约接送服务的部分。官府强调，这届有60只的载重电扶车，甲20只的小李电扶车，其中载重电扶车会使佮加少电池，互伊佮较有动头咧，创造减碳共享的微型交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北区、香山区公园外包摒扫的厂商摔倒抛弃，即摆公园的环境维护变作是基层的公务人员爱去做。传出讲2个人爱负责5000平的公园，实在是伤过限嘛。运动设施、游乐器材要大片草坡，这公园设施拢需要人长期照顾。不过新竹市最近却传出，原地持有委托厂商违反合约漏抛弃，地属所有的工课拢交予基层，24个人都要负责126个公园甲公共便所。有一些原本不是我们要做的，突然划进来我们的工作区域，我觉得太不合理了。根本就做不完，那做不完，你上面的盯下来，我们也没办法做多好啊。履约管理没做好，厂商落跑苦基层。时代力量新竹市议会党团指出，以面积来讲，平均一个人就要负责2个卡球场的范围，几乎根本就是咧刻薄基层。那我们可以看到范围，特别像是机动组，它的范围是北从机场、空军基地，南到南18尖山、竹苗县市交接，平均一个人要扛14处公园。这是一个合理的配置吗？市委会因为原厂商走去，为确保公园维护，所以才暂时先予基层负责，卖结合里长甲环保志工做伙协助，降低这段时间基层当年的压力，卖搁再找厂商来负责。由养护工程处外勤同仁投入环境清洁，并结合里长、环保志工及市府相关开口契约厂商，共同维护公务员环境。针对外界关心的人力调度是否均依劳动契约办理。相关工作内容皆属契约的约定范围。议员认为，虽然公园维护管理大部分拢是外包厂商，但厂商漏跑唔能害到基层公务员，这间厂商的员工也受害，要求市府应该掌握外包厂商的状况，重视劳工权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南韩，因为因欠人欠工，也为着要省成本，完全自动化的无人商店愈来愈多，甚至有人客讲呢，这机器人泡的咖啡更较好啉。伫来首尔这间无人的连锁咖啡馆，家己提捧，搁再用点餐机点咖啡，顺续介绍。机器手接到指令就开始替你做咖啡，无偌久你的咖啡好啊，就捧互你。 제가 무인 카페를 처음 이용해봤는데 예전에는 뭔가 그 자판기 형식의 그런 무인 카페들은 이제 좀 그러니까 퀄리티가 좀 떨어지는 느낌인데 지금같이 로봇이 이렇게 직접 서빙을 하는 게 생각보다 커피 퀄리티도 괜찮고 뭔가 그 이질감이 많이 없어 보이는 느낌입니다. 그래서 앞으로 많이 사용하게 되지 않을까, 이용하게 되지 않을까 생각이 듭니다. 根据统计，像这种一天24点真久营业的无人商店，2024年伫咧南韩有9,000间。另外有资料显示，自2020年到2025年，无人店的数量成长4倍。咖啡馆业者讲，无人店主要是要省人力成本。逐工早起每一间店只要派人用1点真久时间补充咖啡豆甲棒，顺续摒扫。 소리는 훌륭한 바리스타를 채용하기가 점점 어려워진다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이제 웃는 사람을 채용하는 것도 쉽지 않습니다. 인사라는 사람도 채용하기 쉽지가 않아가지고 저희는 이쪽으로 집중을 했고 아주 잘 선택한 거라고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业者讲，虽然有请店员过的咖啡馆生意较好，不过这种无人的店，利润会当到4成以上，比传统模式的这个1成到1成5加正多，所以自动化店才会愈来愈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台北木偶剧团推出着水鬼赤戏临水之界，对7月初3开始连续做3场，用这布袋戏结合着导演一个雷射，重新演出家己录曲到水鬼掠高铁野果。那剧团表示讲，希望透过创新也保留着传统布袋戏的底子，请观众朋友来到剧场看因做布袋戏。你唔对嘛是鬼啊！咱拢是水鬼。布袋戏红仔伫幕中出现，配合导演甲雷射，打造水底甲阴阳交界场景。这是台北木偶剧团的新作品《水鬼赤戏临水之界》，改编家己录曲到水鬼掠高铁民间鬼仔鼓，透过水鬼角度来演出。副导演表示，希望透过科技舞台甲这无同类型的布袋戏，吸引观众加入剧场看新的布袋戏。第一是会当来看布袋戏嘛，第二，阮是即个有加入科技的艺术，所以说阮想是讲观众来看戏会当看到新的布袋戏伫内底安尼。因为戏内底佫有戏中戏。戏中戏，咱佫有用到咱的台湾的金光布袋戏，佫用到咱的传统布袋戏，所以变成讲你一直变来变去，内底佫有按一寡唱曲咱唱北管。那台北木偶剧团的团长讲，因是创新的布袋戏团，不过也是保留传统布袋戏的底子，让传统戏对着时代脚步，甲台湾珍贵的文化传承落去。做每一项事业的时阵，咱拢爱以传统为底的，咱讲迄基础一定要是传统，生出来物件才是咱的物件。无咱传统的根基咱也无好，咱生出来物件就敢四不像啊，毋知迄啥物件。那水鬼赤戏本地就摕到第34届团艺金曲奖最佳导演甲最佳武戏主演。即摆推出科技版水鬼赤戏临水之界，伫7月初3开始小连续演3场，嘛是传统艺术中心儿童戏剧艺术节节目之一。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出品的纪录片《日出世纪》是记录一个台湾家族3代人守护雪霸国家公园的故事。这支片已经摕到3个国际影展的大奖了。雪管处在今仔日也举办音乐会，结合着纪录片也有原住民的古调金唱，用影像和音乐来呈现着山林的人文风景。导演希望透过纪录片，让世界看到台湾山林的水和原住民尊重自然的智慧也有心意。吟唱这首泰雅族古调，向祖先致意的，伊是伫雪霸国家公园服务23年的巡山员泰雅族的金安良。这支纪录片是记录伊的家族3代守护台湾山南的故事。第一代是我爸爸，第二代是我，希望是我，第3代是我的那个小孩子，传下去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用余生的力量做一件对的事情，让我们人跟山林之间的融合跟连结可以更加的强大，让我们可以把这好的未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才是我们今天踏在这块土地上应有的责任。导演希望透过影片，让世界看到台湾山南的水，也会当甲原住民尊重大自然的心意，和因甲山南共存的智慧继续传承落去。那这支纪录片也已经摕到3个国际影展的大奖。开3年时间来录影哈，然后已经完成啊！不止感谢泰雅族的朋友对我们国家公园的工作的奉献跟肯定，同时也要感谢把这样的一个成果，让社会大众知道之后，让社会大众对我们泰雅的文化有进一步的更加认识。雪霸国家公园成立34周年，雪管处拜5举办山南音乐会，甲影片成果的发表会，结合纪录片甲原住民古调的吟唱，用影像甲音乐呈现山南的人文风景。雪管处讲，未来伫游客中心也会放这个纪录片，互更较侪人看到。记者郭玉琪、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泰国的东北部，昨有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伊偷驶厝内面的货车出门，却失控去弄到当地当咧化验的回收队伍，其中有9个人死亡，8人重伤。
画面上，这个穿白色底衣的10岁查甫囡仔，就是头先出任 pickup 货车弄起前离的嫌犯，人是惊遐袂定，由警方暂时收押。伫无偌远的车祸现场，这台咖啡色的伊苏苏 pickup 货车，万把甲引擎挂是害了了，车顶甲受害者的物品落甲满世界，规个如苍苍。事故地点伫泰国东北部的莫达汉府。外电报道指出，34个警力当摆入行路，强pickup 货车就弄过来。伫现场的警力讲起事发经过，有关是心惊吓。มีรถกระบะคันนึงคือไม่รู้ของเด็กหรือใครก็ไม่รู้ขี่เราฟาดขึ้นมาอยู่ระยะอย่างเงี้ยชนเขาขนเลยพุ่งขึ้นมาเนี่ยไอ้ผมนี่กระโดดนิดเดียวโยมนิดเดียวกระโดดลงเลยใครบอกประมาณนั้นแล้วก็ครูกับผมอ่ะกระโดดแบบลงเนี่ยลงข้างทางเลยอ่ะจากองค์ที่9รอดโยมองค์ที่3ไปปุ๊บเหมือนองค์พระลอยตุ้ม因为嫌犯简单11岁，依法袂当单独接受侦讯，所派警方上将伊带离开现场，暂时收押。会会同社工进行心理评估。另外，因为当伤的精力至少8个人，莫达汉府病院嘛呼吁附近民众通好来关怀协助治疗伤者。公司新闻七家人朋友。来看法国南部，因为这个风正透，又搁热，真侪所在拢伫咧发生野火，烧超过1200公顷的土地。也若真侪人爱去这个度假景点，佛的瑞斯是赶紧甲2000多名游客得利。另外，法国呢，大家拢是咧三钱去买降温设备，甚至是抢物件抢到原价烧拍。警方爱来到这大卖场以起治安。大火甲高烟冲上天顶，法国南部拄着有史以来真热的天气，甲连续真侪礼拜抗旱，真侪所在发生严重野火，风阁真透，结果野火就一团一直烧。当地有名的度假胜地也赶紧撤离6个露营区，超过2000个游客来到临时庇护所，大家真惊，袂少路也因为火一直烧，爱甲封起来管制。On a vu les fumées et avec le collègue on a vu, on cherchait après nos gamins, on a pris peur. Et en courant, on a regardé vite fait, on a vu que ça prenait vite. 官方估计，这波真热的天气已经伫全法国造成至少上千人死亡。即阵真侪所在实在热到要死。伫巴黎郊区，天也袂光，卖场就排队排真长。铁门一个开，民众大家就冲入去，要抢买冷气甲电风这物件。鱼店头传的冷气甲电风只有几10台，一个空气启动抢了了，大家拢要买，结果物件拢无够，所以大家就安尼挽起来，要有人相拍。警方只好出面来维持秩序。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It does indeed lead to things getting out of hand. I find it hard to see on what grounds we could ban this kind of practice. 华人烦恼的是，当地气象局警告，新一波的真热的天气要过来啊！官阮恐惊，互这个野火炭烧更加严重。消防单位正继续伫南部山区甲真水导火所在抓水拍火，但过风真透，抑个打水环境，互拍火是更加困难。在整短时间内，恐惊也无多受伤。公视新闻徐佩酸编译。来关心天气，目前呢，这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系统，包含着伫咧南海透早形成的梅沙风台，对台湾是无直接影响。另外，关岛的东边有一个巴威风台，后礼拜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咱就要特别注意。随着巴威台风逐渐的接近到东南方的海域的这一带，要稍微留意，可能会为我们附近带来一些长浪的情形。那后续呢，也可以看到，在下周3、4左右，它会比较接近到琉球的南方海域的这一带，并且有持续增强的趋势。而从周4开始，台湾附近的风场也有受到它外围的风场影响，转成比较偏向东北风的情形。因此，届时在迎风面的这一带，降雨几率也会增加。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拢是好天稳定的。不过各地头呢过到了后，有可能落雷公雨，中部以北山区雨会落真大。咱也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潮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宜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